故宫伫明年就要满100年咯。今年4月有推出延庆的 logo 设计比赛，经过评选，对300多组选15组出来，今仔日举办颁奖典礼。故宫是侪国内外游客拢会来参观的博物馆。明年2025年就是故宫满100周年延庆，为着要庆祝故宫1世纪的历史，在4月以故宫延庆100+ 和永续做主题，举办 logo 设计比赛，然后伫8月初来办颁奖典礼。摕到金奖的参赛者表示，伊用中文字100个8来设计，分别用1来展现故宫身为世界一方之尊，用圆弧形来表现艺术圆满和谐的概念。这一个符号图腾呢，它将来的应用性非常的宽阔，应用呢可以在里面呢搭配我们故宫的所有的珍贵的文物来展现，呈现了这样的一个我们故宫100年文化的传递。故宫指出，这届的比赛计共吸引361组参赛者报名，最后选出前3名的金银铜奖和优选5个入围7个。得奖的 logo 会用伫延庆，也来应用明年故宫100周年。副院长表示，会有一系列和国际交流的活动和展览，要和世界分享故宫的历史文物。那南院、北院都有结合，包括南院的珊瑚大画，那10年一展哦，也在今年特别到南院去。那北院的部分呢，包括我们日本的借展，还有呢，我们将会办理一些跟东南亚有关的一些活动。包含南北两院，故宫总共典藏69万外件的文物收藏品，非常丰富。故宫表示，100年延庆除了要回顾故宫这100年来的历史，嘛希望用创新的思考来经营，和故宫永续发展。未来嘛，望故宫唔但是台湾的故宫，嘛通正宗世界的故宫。记者卢尚书、郑春友台北报道。